感覺到自己冇乜力。咁但係咧就其實喺賽前咧，我即係同佢練嘅時候咧，其實佢狀態係非常之好嘅。咁所以我都要即係等佢翻嚟之後咧，再即係同佢傾傾究竟係乜嘢一回事。係咪對黃怡涵消耗太多咧？咁呢個亦都有其中一個可能性啊。咁另外一個可能性會唔會係呢個地係比較腍啲？因為周密話咧呢個地咧就好腍嘅，咁可能佢又唔係好適應。咁啊，另一方面咧，亦都可能係力量都仍然係未夠啦，仍然係需要加強呢個無論下肢或者上肢嘅力量。咁你而家見到啦，女單入到決賽呢一兩位啦，都係嗰個奔跑能力強嘅球員嚟嘅。都係好強，係啊。咁啊，尤其是黃色嫻。咁我就同佢講咧，就即係咪拍數多啦？咁佢又覺得即係拍數又唔係話算好多。咁所以佢自己都喺度拗晒頭，就點解會冇力？咁所以但係呢啲有好多種種嘅因素啊，咁啊可能即係休息，即係可能嘅情況受影響啦，或者食嘢啊，或者係即係比賽嘅時間啊等等，即係都會係影響到嗰個運動員嘅發揮嘅。嗱個比分咧都仲係好近啊，大家都爭2分啫，最遠嗰次都係拉到4分，而家呢就係12對10。嗱呢幾下殺直線呢，就似乎已經冇乜用啦嚇，咁黃色嫻就已經係掌握到啦。靚波，嗱呢啲中腰波你一定要睇住啊！黃色嫻呢就搓網搓得好靚啊，靚波。嗱經過多板之後嘅呢個反抽，蔣燕搞呢就個步伐唔係好啱啊，就夾硬呢就跳想撈個波，但係撈唔到。就算鬧到翻嚟都好被動啦。咁如果講比賽，即係蔣燕搞咧，就幾乎即係好少聽到佢有嗌出嚟喎。即係無論贏又好輸又好，佢都係咁嘅表情。但反觀佢啲對手咧，一路都用氣勢壓住呢個蔣燕搞啊。可能一邊要求換波啊，依邊又唔肯都唔定啦。14比10啦，又去分4分嘅差距。呢個靚波，哦！嗱，手頂個停頓平高咧，就真係做得非常之漂亮啊！嗱，令到啊蔣燕搞個步伐咧就錯咗，再嚟一個假動作。嗱，反手呢個近網呢個位置呢，就黃色嫻嗰假動作呢，就經常都令到對方呢就係窒咗個步伐啊！除咗中腰波係搓網勾對角之外呢，就高點嘅呢個假動作亦都做得非常之出色。不過要減少啲失誤啊！個波緊出界。係如果講失誤呢，就蔣燕搞用多啲多啲啊！今日。個蔣燕搞開局啊多啲啊，但係因為佢即係似乎係比較平時嘅打法咧多咗進攻啊。係，咁可能即係喺即係心理上個考慮咧，我好似我剛才所講咧，就唔係好想即係打多板啦。嗱啲波係好刁鑽啊，但係黃色嫻都仍然黐得住。嗱，其實指揮嗰個咧就係蔣燕搞啊，就黃色嫻咧都叫做疲於奔命，一路係咁追，係咁黐，就等你失誤或者等機會打反擊。因為冇辦法㗎啦，因為係講技術水平咧就唔及得上對手嘅時候咧，就唯有咁樣同對方周旋。雖然嗰個控球技術唔夠喎，但係真係嗰個體能咧就搭夠啊！咁當然另外佢一個優點咧就係下手波嘅處理啊，真係做得好靚。咁呢個亦都令到對手咧就算係可以令到佢被動咧，都唔能夠咧就擴大嗰個優勢。12-15啊！嗱，黃色嫻就唔理啦，咁啊有理冇理都打多板，有機會咧就往前搓波，有機會咧就係先至進攻，否則嘅話咧一路同你對拉㗎啦。
我諗喺心裏邊咧，佢一路都盤算，即係盤算緊咧，就係就算贏唔到呢一局咧，都同你拉到你打到第三局，因為打到第三局咧，應該對黃色嫻咧就佔優啊。嗱，呢啲咁嘅局面咧係最唔好啦，一兩板就自己失誤。但其實唔需要係打得咁邊啊，因為黃色喺呢個位置咧，佢嘅勾對角咧就接殺接吊勾對角係做得好靚嘅。應該要俾多啲蔣燕餃咧就奔跑嘅，哎呀，又係失誤啦。咁啊，即係啱話有黃色嫻就無謂失誤啦，蔣燕餃都俾翻個無謂嘅失誤，即係攞得太邊啊！即係好明顯個心理上咧，佢真係唔係好想打多板啊！嗱，下下都想攞你命嘅。嗱，嗰個控球能力真係做得好好啊！就算個波係好被動，佢仍然係打得好貼。嗱，呢球波呢得好被動啊！嗱，啲波都仍然好貼，亦都造成咧就蔣燕餃咧就推咗出界，又要夠後，又要避過個網啊！結果推咗出界。嗱，今日咧就底線波嘅出界係多咗好多啊！琴日咧就好似都冇乜幾多球啊，就即係5個項目一齊加埋咧，都好似都唔及得上即係嗰啲長女單咁多啊！底線出界。咁啊要追啊，趁依家啦啊，否則大勢已去噶啦。14-18。嗱，想做一個滑板，但係就唔成功。嗱，其實個動作都幾好啊，黃色嫻，因為佢呢種咁嘅呃板嘅方法咧，就係滑板咧就即係比較容易做，所以佢嘅頭頂滑板啊、正手滑板咧都係做得好靚嘅。因為板咧就有好多種啊，有啲係即係叫做係正常嘅板啦，另外一種咧就係黃色嫻呢種。咁啊，第三種咧就係即係好多以往嚟講舊式印尼球手經常用嘅，即係叫做係即係半反手式嘅嗰種板方法。嗱，剛才呢個蔣燕餃嘅滑板咧，亦都做得好靚啊！哎呀，兩邊底線啊，即係兩邊呢個邊線咧都係出界都比較多啲啊！好啦，去到19分咧就即係會難頂好多啦。即係剛才18分咧都仍然有機會，因為而家每失1分咧都會將個分數20啦。咁啊應該冇啦，5個嘅 game point 出現咗啦。係啊，就除非黃色嫻突然間咧就太想贏或者出現心理變化，否則嘅話咧就以佢嘅穩定性。應該嚟講就呢一局應該係佢手上噶啦。哦，再一個出界，哇！接發球失誤咧都唔知有幾多球啦。咁啊，雖然個拍數就唔係好多，但係都叫做係好激烈啊。咁啊，睇下第2局會打成點。姿勢，只夠實際，之儀表不凡，之氣定神閒，之跳脫不羈，之無賽心機。一班自由性格嘅桌球小生齊集北京，展開一場自夠份量嘅排名賽——中國桌球公開賽。3月29號開始 ，Now Sport 7現場直播。各位早晨，歡迎收睇。20人受傷，敢面對挑戰。喺長沙灣發布門後，排免稅煙入境一升3成。從個角度去睇嘅，點都要跌穿50。因為咧，咁啊，蘋果日報寫，因為報道過呢個人交租。天氣係清涼㗎，日間交通暢通，放諸到披露球場嘅首個入波。